大家好，歡迎收睇同路點評，每日精選焦點新聞，帶你快速掌握澳洲、香港、中國同國際最新動向。記得訂閱埋同聲同路人，咁就唔會錯過我哋更新㗎啦。Andrew Bragg 堅持受到同僚拒絕嘅移民限制方案。自由黨參議員 Andrew Bragg 堅持，如果將4年內嘅淨海外移民目標設定喺18萬人或以下，住房嘅短缺問題就能夠解決。佢承認反對黨尚未曾係最終確定佢完整嘅移民政策，但認為將辯論推進到更加多細節係至關重要。聯盟黨至今仍然唔願意透露具體嘅目標嘅數字，但反對黨領袖 Taylor 表示，目標數字將遠低於20萬。影子財長 Tim Wilson 亦都拒絕支持佢嘅同事提出嘅目標。住房問題涉及建築成本攀升、土地規劃僵化、高利率環境以及供應鏈瓶頸等矛盾。如果將希望完全寄託喺砍減移民數字，容易淪為遮醜布。ABC 修改編輯方針引發過度解讀憂慮。ABC 總經理 Hugh Marks 承諾修改諷刺同埋暴力嘅內容嘅編輯準則，因為黃金檔嘅節目包含對富翁 Reinhard 嘅冒犯性評論，引發咗人們對內容過度解讀嘅憂慮。Marks 表示，雖然監察專員認定該節目並未違反有關傷害同埋冒犯嘅編輯政策，但 ABC 將會修改佢嘅編輯準則，防止任何冒犯性嘅諷刺。ABC 發言人證實，將喺獲得董事會批准之後，好快就會進行方針修訂。Deakin 大學傳播學教授表示，節目諷刺雖然拙劣，但呢個行動難以執行。ABC 前編輯總監就同意大多數聽眾可能會將呢啲言論理解為諷刺，擔心新方針會迫使諷刺幽默嘅作品進行自我審查。人口普查為追蹤精神健康狀況提供契機。專家預計全國精神健康狀況嘅病人喺呢次人口普查中將會上升，更加能夠全面咁反映社區嘅福祉狀況。呢個結果將為國家統計人員提供對比嘅數據，以便了解自從2021年人口普查以嚟人口健康狀況嘅變化。雪梨大學 Matilda 精神健康和藥物濫用研究中心嘅教授預計，最新嘅人口普查將反映出精神健康報告數量嘅上升，因此佢表示，星期2嘅人口普查數據將對研究人員非常有價值。過去因為社會偏見同埋污名化而選擇沉默嘅群體，如今更加願意坦誠自身嘅狀況，並且主動尋求協助，係社會文明進步同埋包容度提升嘅重要里程碑。Caroline Leavitt 將卸任白宮新聞秘書。美國總統特朗普喺社群媒體宣布，白宮新聞秘書 Caroline Leavitt 將會喺8月底卸任，稱佢係一個為咗有更加多時間要陪伴家人。Leavitt 喺特朗普第一任期之內擔任新聞助理，之後加入咗特朗普2024年嘅競選團隊，並且擔任過渡團隊發言人。佢嘅離職正係值特朗普支持率跌到歷史新低。選民對於物價上漲同埋伊朗戰爭表達咗不滿之際，尤其是佢曾經喺多次讚揚特朗普，並且喺新聞發佈會上面咄咄逼人。呢種排山倒海嘅政治壓力固然係佢所必須承擔嘅代價。Nick Rayner 被控謀殺父母。洛杉磯大陪審團已經對 Nick Rayner 提出訴訟，指控佢喺去年12月殺害咗自己嘅父母導演 Rob Rayner 同埋 Michelle Singer Rayner。大陪審團仲增加咗一項指控，稱 Rayner 喺行兇之前埋伏咗一段時間。洛杉磯縣地方檢察官表示，檢方可以跳過加州嘅預審程序公開證據，希望為 Rayner 已故父母伸張正義。Rayner 喺8月12日否認所有指控，起訴書先至得以公開披露咗新細節。埋伏嘅指控意味住 Rayner 可能面臨死刑，直接提升咗案件嘅嚴重性，更加奠定咗檢方將證據接對主導權。多謝大家收睇同路點評，每日快速掌握澳洲視覺世界焦點，記得訂閱啦！我哋下次再見。